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移民加拿大好无？感觉好诶，举手。大部分拢举手。啊，上帝国好无？好。咱来移民上帝国敢好？好。耶路撒冷好无？好。啊，咱来移民耶路撒冷敢好？啥咱耶路撒冷就无好？啊？上帝国较好。咱今仔日读尼希米记，已经读来到第11章。虽然咱无每一摆读的经节拢是对头读到尾，拢只有经2节到5节，但是咱读到11章，已经是有人要开始迁徙去到耶路撒冷。敢会记起尼希米是伊原本的头路是啥物？酒政，伫王的面前在王的面前倒酒的那一个，倒酒的迄个，伊是安那会转去耶路撒冷去城墙？是因为伊伫王的面前面色歹看，因为伊挂念伊伫耶路撒冷遐的兄弟姊妹，所以王转介问伊讲：啊，你心情无好是为着啥？伊甲伊讲：因为阮故乡耶路撒冷破破烂烂。所以后来，王互尼希米2项物件真重要，互伊早转去耶路撒冷去起城墙。第一个是啥物？敢会记住？伊早啥物会转去？通行证，你哪会记的？哦，这个上周没有提醒哦。尼希米一共带了2个重要的东西回去，第一个是诏书。诏书啊，那个诏书就是表示讲，尼希米毋是倒走的，伊是带着类似亲像圣迹、圣旨，所以他可以经过每一个城门，也当转去到耶路撒冷，伊毋是倒走。第二个，伊早着啥物物件转去耶路撒冷？要起城墙需要啥物货？需要建材。所以，伊早着真侪真好的建材，转去到耶路撒冷，然后伫迄个中间起城墙。尼希米起城墙，以斯拉起啥物货？圣殿。这2个人起的拄好无共。总是当尼希米要起城墙的时，有真侪人伫迄个中间甲伊攻击，讲：啊，你是要独立票？恁是要搁做一摆迄落以色列？以色列独啊，犹大独立安尼啊，所以伫迄个中间你是要做反用，所以因伫迄个中间一面起城墙，啊一面有真侪攻击，所以伊一面是摕着起城墙的工具，啊另外一支手摕啥物货？摕盾牌，因为对敌随时会拍过来，然后起好了后，转将真侪犹太人重新调集，写伫名册顶悬，转来到伫耶路撒冷。因转去到耶路撒冷，大家组织，因做啥物代志？因敢有庆祝？遮个犹太人转去到耶路撒冷，因敢有庆祝？然后伊若无庆祝，因做啥物代志？一项足重要的代志，就是读圣经。然后伫迄个中间，大家做伙认罪，为着过去因祖先所做的，伫迄个中间认罪悔改，然后伫耶路撒冷重新开始因伫上帝面前所领受的使命。每一个人伫耶路撒冷，伊所住的差不多拢甲城墙做伙，所以有3面墙，一面第4面是城墙。因不止住伫遐，因也固守城墙，看守城墙，然后伫迄个中间修理城墙。但是到伫今仔日尼希米记第11章，咱看到伫即个经节内底，伊讲起啥物人要转去耶路撒冷住？第一个上界重要的人是啥物？什么人爱住伫耶路撒冷？领袖。领袖爱转去伫耶路撒冷住，这一定啊。
然后其他的人呢，抽签，安怎抽？咱汉字本的圣经是写10个人抽一个，但是有的版本的圣经是写讲10家抽一家，哦，10家抽一家。啊是安那10家要抽一家去带伫圣城耶路撒冷？我即个是现代中文译本，哦，咱今仔日所读的是用台语的，还是用和合本的？伊写是10个人抽一人。啊，若是现代中文译本，伊是用每10家选出一家，即个选用啥来选？用抽签的。所以抽出来了有一家去对大耶路撒冷，然后其他的9家去对大其他的城镇。是安那敢若一个人去遐大？第一个耶路撒冷会当大的所在，无亲像过去遮尔舒适。第二个，无逐个人拢要去。咱拢讲耶路撒冷是圣城，是上帝的宝座，总是安那逐个无要去遐大，因为遐歹大，无好大，所以无人要去。所以无人要去的情形，只好用抽签。但是伫第2节有一句话真趣味，若是现代中文译本的，伊讲每一个自愿住伫耶路撒冷的，众人安怎？拢甲学了，哦，即个搞，即个敢死，即个足勇敢，即个敢去，哦，啊耶路撒冷安尼吼，无介好势，对敌足济，啊厝是破破烂烂，啊然后要做的工真济，哦，即个有勇气，哦，啊吼，迄个是因为抽签抽着无去袂使，啊即个吼，伊既然自愿讲要来遮牧会吼，哦，啊这嘛敢死，所以真济时伫迄个中间。互人看去，虽然大家拢感觉讲耶路撒冷好，但是无一定逐个人拢要对遐去。是安那会安尼？耶路撒冷敢真正遮尔歹吗？我想有时啊毋是，有时啊是因为咱有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咱会感觉讲啊，迄个所在毋好，迄个人毋好，所以迄个人毋好，我若听到啥物话啊，拢是。毋好加上毋好，然后愈来愈毋好。啊，迄个人若足好咧，听到的拢会一直来加分去，所以会愈加愈悬。咱会发现，若是好的愈加愈悬，啊若歹的咧，愈减愈少。所以两个差距是哪来哪大。伫心理学内底有一个名词，伊叫做确认偏误。这个确认偏误，伊所讲的就是，每一个人倾向选择的去回忆，伊选择，伊咧想物件，咧记物件，伊是有选择的，伊会选有利于家己的细节，会忽略不利于自己或矛盾的资讯，用来支持自己有的想法或假设。意思就是讲。人有时啊无法度伫迄个中间真客观来看一项代志，伊会为着伊家己的原来的想法来受到影响，所以伊若是感觉即个物件好，伊就算听到负面的物件，伊会甲伊自动删掉。啊，若是伊对即个人的印象歹，所以不管你讲伊安怎好，伊拢当作无听。伊会伫迄个中间来忽略。不理家己原来的想法，然后一直伊支持伊家己所想的物件，伫遐继续来想。我想人有即款无实专实美的思考模式，所以互人伫迄个中间会发现，人甲人做伙有时啊，无法度真正用客观来。维持迄款好的人际关系，反倒有时会因为即款原来印象，无论是好的印象，还是歹的印象，真困难伫迄个中间来改变。我想耶路撒冷即阵人嘛同款，当因知影过去耶路撒冷因为烧战，所以规个城已经害了了、歹了了的事，因真困难伫迄个中间去甲家己讲，我要转来耶路撒冷住。本来耶路撒冷是啥物人咧住？贵族咧住，祭司咧住，
利未人咧大，是遐个有身份地位的人咧大，但是大到尾啊，遐个人走去倒去，遐个人会走的拢走，会互掠的拢掠了。真侪时伫迄个中间，已经环境行到一个家己无法度伫遐来好好生存的地步，真可惜。犹太人伫即个中间，虽然因知影有机会会让来到伫上帝的圣城耶路撒冷大，总是因无一定要安尼做，因为现实，互伊真困难伫生活顶悬会当有真好的生活品质。因去到遐爱补城墙，因去到遐有真侪对敌，因去到遐有太侪工爱做，因为耶路撒冷需要真侪人伫迄个中间同心合意，定心来修理，定心来起做。但是这个人倒去耶路撒冷有啥物好处？去耶路撒冷大有啥物好处？来到加拿大大有啥物好处？我想咱伫真侪人伫即个中间，看见即个土地好，看见即个所在制度完整，看见即个所在环境受到真好的保护，看见人甲人之间的相处有真侪高雅的空间，所以会当互人伫遐欢喜快乐来生活。我想有真侪时，咱一定是有一寡看会到的好处，真好的利益，所以咱做一个选择。但是来到伫耶路撒冷有啥物款的好处？来到伫耶路撒冷，遮个人就心内真正欢喜吗？无一定。其实对当初时的犹太人来讲，因的国破碎，因的土地互人抢去。因本来通过大笔所罗门所起造的迄个真好、真水、真荣耀的国度，已经过去。其实因的心内所存落来，只有艰苦、受伤，以及不甘的心。特别当因来到伫耶路撒冷，看见迄个过去是遮尔好、遮尔水、遮尔青雅的耶路撒冷城，是全世界有足侪民族、国家来迄个所在来朝拜的时，因看到迄个当时的耶路撒冷，心内的确有真侪的不甘，真侪时，永远是过去来的美丽，过去来的美好。但是这群人倒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因却是用一个真艰苦的心伫遐转来，然后定心伫迄个中间来学习求救上帝。但是这个求救上帝的名，无一定是为着要求救上帝讲上帝啊，求你互阮这个耶路撒冷城定心阁会当受起做。反倒是当因看见真济因所不甘、因受伤的心的时，期待会当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毋是要得到人情，还是食开了后会当得到公平，总是会当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放下一切的平静，带来真做生命地心内的平安甲快乐。亲爱的兄弟，咱常常为着咱环境所得到的好，感谢上帝。总是咱是毋是也捌为着咱伫环境所拄到的歹，恳求上帝？我想恳求一定有，问题是咱恳求啥物？咱恳求上帝改变咱歹的环境，诚做好吗？就是咱恳求上帝啊！就算讲你互我行过死荫的山谷，求你也用你的腿甲你的拐来安慰我。今仔日基督徒上界水、上界好的一个信仰，毋是只有伫咱得到好的稳定、好的赏赐了后，咱伫迄个中间来感谢上帝。反倒是当咱需要行过死荫的山谷的时，咱伫上帝面前恳求上帝安慰咱。
帮助咱，互咱的心重新伫平静的中间来享受自动在的快乐。我伫20岁之前，阮兜已经搬过10摆，所以平均阮兜2年搬1摆，常常咧搬厝。啊，若是住了好的，有迄个厝足大间的；啊，若住了歹的，有迄个干那2间房间的。然后一家4个，爸爸、妈妈、2个囡仔伫迄个中间。但是对我来讲，住啥物款的厝，拢毋是重点。虽然对我妈妈来讲，伊会感觉讲无法度互囡仔有一个好的环境，伫遐读册、成长，也是伫遐来生活，是一个真亏欠的代志。总是对我来讲，我从来无感觉迄有啥物法度亏欠，因为我从来毋捌欠过家。啥物意思？我的心目中的家，我的家庭，毋是因为迄间厝有偌大间，我住啥物所在拢会使。但是啥物所在是我的家？哪一个地方是我的家？是有妈妈的所在。有妈妈的所在，就是我的家。有妈妈的所在，就是我会当转来，然后听到一句讲：啊，你食饱未？若未食，我煮一碗面互你食。你下晡5点转来，你会当听到这个；下暗9点转来，你会当听到这个。就算讲半暝12点转来，你嘛是会听到讲：你食饱未？我煮一碗面互你食。有一个所在，有人期待你转来，有人伫迄个中间来关心，来问讲你过了好唔好？迄个就是我的家。但是一直到当时，即款的想法开始改变，一直到阮妈妈过身。当阮妈妈过身的时，迄款的感受亲像失去一个家。但是事实上，当我的妈妈过身的时，我的大汉查某囝9个月，伫迄个中间，我重新咧思考一项代志。我有搁想爱一个家，假使我若爱一个家，对什么人做起？对我做起。我开始伫迄个中间来扮演我妈妈过去所扮演的角色，所以我甲我家己提醒，甲阮某讲，有翁的所在就是你的家。我甲我的查某囝讲，有爸爸的所在就是你的家。伊有啥物代志？伊腹肚枵，甚至阮兜有人客。即3礼拜中间，阮兜嘛有人客，我嘛是安尼甲伊讲。你若有欠过有腹肚枵，一句话，半暝11点拢煮互你食，因为这是我的家，嘛是你的家。什么会是家？毋是因为伫外口拄着环境有阮伫咧荣耀，阮伫咧欢喜，所以你倒来到你迄个家。嘛无一定是你伫外口有阮伫咧洗买，无缀人走，所以你最后通避的所在是你的家。我想拢毋是。什么会是家？是无论你伫外口所拄着的环境，得意不得意，得时不得时，你拢有一个所在通转去，因为有人在期待你转来。迄个所在叫做家。今仔日个重点是，咱的家伫对。咱的家是爱我靠别人来替咱起做吗？还是咱转去到一个破破烂烂的所在，就算讲是当初时的耶路撒冷，伊嘛袂甲迄个厝体修理好，欢迎其他的犹太人倒来到迄个所在。求叫上帝的名，毋是要伫人的面前，还是食开了后会当得到公平。求叫上帝的名，是要伫放下一切平静了后，会当带来真正的平安甲快乐。求叫上帝的名，是要互一个受伤的心，伫上帝面前得到安慰。亲爱的兄弟，当遮的人，
为着上帝的名，为着家己的心想要得到安慰，倒来到伫耶路撒冷的时，有真侪人生的看法拢改变，因为因袂阁为着做歹心怀不平，因袂为着做歹伫遐怨妒遐会行不义，也是怨妒遐会歹人。即两则经节真趣味，两则经节非常接近。一个记载伫诗篇37篇第1节，这是大笔的诗，所以顶悬即句应该是大笔写。下底箴言24章19节，这应该是啥物人写？所罗门，可能是所罗门人写。我毋知这是因为因兜的家庭教育教了真好，还是因两个拢伫上帝面前有共款的领受，互因伫去做因的家。去做因的国家，去做因的百姓的中间，有共款的想法、共款的心态，毋通为着迄个做歹的心怀不平，嘛毋通为着迄个行不义的生出嫉妒。另外一句讲，毋通为着做歹的心怀不平，嘛毋通怨妒迄个歹人。因为这个怨妒、这个做歹的，毋是咱生命的重点，咱生命的重点是。当咱行过死荫的山谷的时，咱是毋是有掠耶和华真做咱的牧者，互咱无欠缺，互咱伫所行的路顶缘，通倒来到伫上帝面前，重新得到安慰，重新得到快乐，重新得到方向，重新向头前来跑走。有真侪物件，伫咱人生的旅程的中间，毋是真简单用一句话、两句话来讲。总是需要靠一世人去追求的。这个人倒来到耶路撒冷，要移民耶路撒冷，敢有遮简单？破破烂烂的所在，伫耶路撒冷无一定真正互人得到幸福。总是因倒来，毋是要为着迄个城来倒来，因倒来嘛，毋是要因为分一块土地、分一间厝来住，倒来到伫耶路撒冷。因倒来到伫耶路撒冷，是为着迄个所在是上帝宝座，要互人伫上帝面前重新得到安慰。倒来耶路撒冷，毋是要为着财产甲名声，倒来耶路撒冷是要重新恢复因甲上帝之间的关系。因倒来伫耶路撒冷，就亲像因倒来到伫上帝的厝，迄个厝所讲的。是迄个土地，迄个厝所讲的是因甲上帝的关系。若是安尼，亲爱兄弟，你倒来到厝啊吗？你倒来到伫你的厝啊吗？也是你倒来到伫上帝的厝啊吗？有的人伫台湾甲加拿大中间飞来飞去，看亲像两边拢是厝。有时看到两边拢毋是厝，但是迄个重点毋是土地，是你甲迄个所在的人的关系。有人咧讲，基督徒一世人在追求的是啥？信仰要追求啥物？信仰要追求上帝。是安怎要找上帝？因为其他的人会当找到幸福甲永远的愿望。但是信仰的追求一直到伫幸福愿望，需要经过4个阶段。第一个是你爱听着，你爱耐心听着，到底真理伫路伫底，要安怎行？主耶稣讲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主耶稣说：“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真侪人拢知影，主耶稣是道路、真理甲活命，总是知影归知影，知影犹阁是毋食，知影无伫咱的心内底，拄起你真正从听到变成悟道。检菜是人生一个坎站，检菜是人生一个点，检菜是因为你拄到一个贵人。检菜是因为你伫人生行过一个阶段，所以常常伫迄个中间发现讲啊，原来上帝伫圣经内底所讲的应允，
是安尼解说。原来上帝讲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亏，是爱我是兴起认定耶和华，互我无离开伊的道路，然后我才得到无欠亏的人生。有时听到，有时误着，但是更较重要的是，爱伫咱的生活安怎爱行出来。所以听到、悟到、行道，你爱听这个道，会当讲到听到，我听到了。你嘛会当讲，我听到了这个道理，我悟到了这个道理。但是我们要行出这个道理，所以才互咱的生命真做无同款。你会当将这个教，你嘛会当解说做道。中文发音拢共款，台语就无啥共。但是咱的生命阶段到伫底，你若无经过听到、悟到，佮行出你生命中间迄个属于真理的道理的时，咱无法度。今仔日即阵啊，伊有可能是因为抽签的缘故，10个人抽一个，抽到了，转去到耶路撒冷。伊有可能是一时冲动，认为讲啊，迄个所在真好，我听见人讲的真好，所以我们要来看卖，伊自愿去的。无论是自愿的，还是抽签的，当伊听到、悟到、行到，然後得到的時，伊伫遐重新來解說，重新來看見上帝通過伊人生所予伊的幸福甲滿足是啥。親愛的兄弟，你行到對一個階段，咱今仔日是將咱所拄到的環境獻上咱的歡喜甲感謝佇上帝面前。亦是咱伫人生所行過真好一個階段，攏認耶和華誠做咱的牧者，所以咱有一個真好真準的方向，頭前來頭走。有時咱會受到世間來得到迷惑。伫頂禮拜，我看到一篇文章，迄篇文章我伫後禮拜是會將相片弄出來。迄個文章講到真特別，伊講。伫非洲草原上面的动物有2种，非洲草原上面的动物有2种，一个是猎食者，另外一个呢？你偷看掉，一个是猎食者，一个被猎食者。猎食者跟被猎食者，因为面他们的脸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，其实讲起来较精确。啊，我无用相片出来，我后禮拜较要用出來。但是請咱會當去看賣。獵食者的目睭伫對，獵食者的目睭，比如講獅子、老虎、狼，它的眼睛朝向里面，它的眼睛朝向前面。啊，若是被獵食者咧，比如說。馬、馬仔、鹿仔，伊的目睭伫對面，伫兩邊。獵食者甲被獵食者，伊的目睭所看的方向無共款。請恁轉去 Google 看賣啊，牧師講的無一定準啊。恁愛去查看賣，牧師有會講。獵食者的目睭通常攏是向頭前。因為伊要看到伊的目標，然後緊緊準準去掠伊的目標。但是受被獵食者，伊的目睭會佇邊仔，因為伊隨時要看有啥物款的危險，伊的目睭所用的、所看的是負面的物件。一個是我要去追求的，一個是我要去。想，那安尼，親愛的兄弟，你的目睭伫頭前還是伫邊啊？咱伫世間的日子，是因為咱有看到一個真好的異象要往頭前來跑走，亦是咱一直咧看這個世界有真濟危險，啊，迄個唔好，啊，迄個真歹，啊，
啊，即个真晦气，啊，即个唔通，迄个唔通捌，迄个唔通捌。咱的目睭看，对着一个基督徒，咱的目标只有一个，要伫咱一世人跑走到尽头的时，咱是去找着迄个人生最后的幸福感嘛？咱是要去超找主啊！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甲王命，求你，互我有够野的目睭来看你所予我的异象，然后转头前来跑走。主啊，求你，互我毋通看见即世界有真侪互我来迷惑的。求你，互我毋通分心。求你毋通互我自己教人活伫迄个惊吓的中间。主啊，求你，互我一世人定睛在你，然后尽我一世人的快乐来跑走到尽头。当咱伫一世人行过40年、50年、60年，甚至是70、80年、90年的时，咱回过头来用10年做一个阶段来看咱家己的人生的时，亲爱的兄弟，毋知咱所看到的是一条线往着目标来跑走，也是伫即个世间一直咧长逝。愿咱今仔日有机会通移民耶路撒冷的时，咱有迄种的勇气。要转来伫耶路撒冷，毋是因为耶路撒冷的土地比人较好，比人较贵，毋是因为去到伫耶路撒冷，你就会当分到一间厝，毋是因为伫耶路撒冷，你就会当真做出名的人，毋是因为伫迄个所在，你会当真做互人欣赏的人，拢毋是。但是是互咱转来到伫耶路撒冷，通向上帝恳求讲：上帝啊，求你亲自安慰我，伫世间所拄着一切的患难，互我的心通平静。伫我目睭闭落来时，通有你所赏赐我的平安。当咱三甲伫耶路撒冷为着上帝的名咧起做声唱、圣殿。甚至是三角有分伫迄个中间三角来服侍的时，主啊，求你互阮即个人知影，阮一世人所行的，阮所做的，是有利益伫你的名内底。互阮一世人所跑走的路障，拢无空空。互咱伫即个中间信仰的追求，真正行到上帝的面前，得到幸福甲平安。咱三个来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当你呼召、警召阮，要三甲有分伫耶路撒冷圣城内底，成做一份子的时，阮感谢你。你有缘看重阮、使用阮、垂听阮，祝福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阮恳求。安慰阮受伤的心，安慰阮伫世间跑走野性的心，安慰阮伫人甲人中间得到伤害的时，通伫你的面前重新得到安慰。祝福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阮重新得到快乐，阮重新得到拥抱。愿重新找回阮的理想，甲所要跑走的方向。主啊，愿你伫即个中间，搁一摆来起造阮，将阮起造成做你所使用的罗卜甲册签，互阮伫所起造的耶路撒冷，通成做你的百姓，转来，然后受安慰、受起造的所在。祝福阮一世人所起造的，毋是为着阮家己的好处。乃是为着上帝国迄个力量，互阮伫即个中间，成做你所需要的器皿。愿你是阮保守伫阮每一个伫你的殿内伫起造的人，拢有你所赏赐的恩典，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安尼祈祷感恩恳求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